国际新闻来看，美国总统拜登第二号生 Hunter 前几档因为使用毒品佮有枪，暂时以3个罪名被起诉。这嘛是美国头一届有现任总统的囡仔被以刑事案件起诉，恐惊影响到拜登2024年连任的选情。今年53岁，亨特·拜登获检方指控，2018年10月，伫德拉华州一间卖枪的店买枪时，无非法使用任何毒品，嘛无验毒。不过当时伊当大量使用 crack cocaine。 Hunter Biden is accused of is lying on a federal form to acquire, to purchase a firearm. And those forms ask you about your drug use. And the allegation is that Hunter Biden lied on that form. He has openly admitted, including in a book that he wrote about his life. We expect that Hunter Biden will come into court and enter a not guilty plea. 司法部声明指出，两则罪名成立，亨特面临上悬25年的加禁。亨特本来今年热天按算就非法持有枪械甲刀械指控，甲检方达成认罪协商，不过去互法官驳回协商破裂。随上几工前，共和党籍国会议员则对总统拜登展开弹劾调查，表示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，为后生的外国商业交易得到财务的好处。亨特互人起诉，也是历史上头一件现任美国总统的子女去互人起诉的案例。所以这个代志恐惊会互拜登要竞选连任加一个障碍。There's no question that further attention or scrutiny of Hunter Biden's legal past and legal woes perhaps gives momentum for Republicans to continue to pursue that inquiry.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莫伫社群媒体 X 大文表示，对亨特的指控只是拄啊开始。不过，除非司法部长加兰德任命的特别检察官卫斯调查所有参与不法的人，若无司法部只是伫暗号亨特一家特权人士。若是拜登进前互众议院单协调查，美联社民调显示，66%的共和党选民对拜登的行为有疑虑，7%的民主党选民认为拜登有问题，这也凸显美国社会的分裂现况。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。